人才庫咧係政府係積極做緊，不過咧我哋通常咧呢啲咧都唔會話好公開嘅，因為呢個第一要尊重大家啦，第二就我哋不斷物色緊嘅，不斷係壯大緊人才庫嘅，所以大家可能已經係被我哋人才庫吸納咗，咁我哋當然咧都會同大家喺活動安排一啲參與嘅項目咧，都大家係不斷去將你哋我哋認定嘅人才咧，俾多啲機會你發揮。另外咧就係專業人士嘅發展年青人包括專業人士嘅。專業人士咧其實我係相信佢有兩個重點。第一，佢本身有競爭優勢嘅專業人士，但係咧我哋要擴大佢個可能性。咁我哋譬如大灣區發展就其中一個，剛才都有提及嘅項醫生。咁大灣區發展咧，我哋好重視咧係資格互認。有啲進展㗎啦，因為咧譬如某啲專業嘅資格咧，例如係工程園藝等等咧，都已經係資格互認咗嘅。你只需要咧喺大灣區嘅城市咧係登記咗、確認咗，咁你就可以直接工作。呢個我哋繼續做咧，因為好多專業人士嘅不同嘅服務喺兩地法律方面咧係有規限。咁有一啲係涉及一啲風險大啲嘅，咁當然要小心啲。但係涉及風險少啲咧，我哋都調價。另外一個咧就係幫大家咧攞內地嘅資格，咁即係方便大家咧考試。咁呢個我哋都係做緊嘅。我係亦都希望咧幫助青年人咧係令到好多企業咧更加升級轉型咧，而係創造多啲新嘅崗位出嚟。呢啲咁嘅就業崗位咧，往往都係高增值發展之下產生嘅企業嘅。咁當然我哋香港大部分企業都係中小企啦，咁所以係對支援中小企，令到中小企可以更加可以升級轉型，而創造更多就業嘅機會咧，呢個都係我哋整體嘅大方向嚟嘅。